18萬人破紀錄，兩支燭光到亡魂。23年，年復一年，民主嘅燭光再次喺維園照亮中國大地。老人家、年輕人、小朋友，大家都抱住同一個信念，破紀錄18萬人悼念死去嘅民運先鋒。連場內嘅蠟燭都唔夠分，要用手機代替。獻俾真正嘅人民三鞠躬。民主之火再次薪火相傳，科技亦都再次將黃維林震撼人心嘅一幕重現眼前。23年如一日，年年如此。维园的烛光温暖了我们天安母亲的心。勿忘六四，平反六四，已经成为大多数香港同胞的共识。面对这样强大的专制力量，我们到底能够做什么？那么，我想各位23年来的堅持，就給出了一個簡單的答案，就是堅持去做這種回憶的事情，堅持不忘記過去的事情。黃丹拍片，多謝香港人嘅堅持，而佢就首次踏上維園嘅台階，感受呢一份堅持。我知道，這裡是一個充滿愛的海洋，是一個充滿良知的一個海洋。同胞們，讓我們再一次舉起手中的蠟燭，深深地懷念那場64中死去的那些英靈們，讓我們永遠記住他們。點點燭光震撼方正嘅心，喺佢眼中，香港成為咗良心基地。民主是人生最崇高的生存感情，自由是人與生俱來的天賦人權，堅持平反六四。戰鬥到底！戰鬥到底！因為覺得需要了解多啲，即係關於六四呢啲嘢，即係始終都係中國，即係都係自己國家嘅，所以都要了解下。如果我認同我有良心嘅話咧，我都要為我良心發聲啊嘛，為我自己嘅福祉發聲啊嘛。